一個老中醫教俾我嘅快速補氣血嘅老偏方，同時又係一味非常送飯嘅美食。首先準備一斤豬膶，一斤東風菜。有冇人識得呢個菜？呢個菜你哋嗰邊叫咩呢？好多人中意食豬膶，唔中意食嘅大部分係因為唔知道點樣去除佢嘅血腥味。切好嘅豬膶，放鹽同生粉搓一搓佢，然後用清水沖洗多幾次，咁樣就乜腥味都冇噶啦。洗乾淨控乾水分之後，放鹽、胡椒粉、生抽、薑蒜、小米辣，唔食辣嘅可以唔放。呢味嘢主打嘅就係快，10秒鐘就夠啦，多1秒都係對豬膶嘅唔尊重，所以提前調味，一鑊熟。東風菜洗乾淨控乾水分備用。接落嚟熱鑊冷油，將豬膶倒落去，開最大嘅火，快速翻炒均勻，變色之後即刻落東風菜，一於兜佢兩嘢就大功告成啦。東風菜炒豬膶係經典嘅補血食療方，覺得對你有幫助嘅，記得幫小太陽點個關注，點個讚，多謝晒。